另外，有民众呢是伫咧网络打文讲，带囡仔去到嘉义市一间百货公司咧食饭，结果所发现这儿童餐具呢，拢已经破去，而且佫必损，恐惊会去挂着囡仔。业者是表示讲，知影的时阵呢，就随替这人客来换餐具，而且嘛有来回实的，所落来是会甲一寡较旧的儿童餐具拢甲换掉。这食物的盘仔已经闭开，手提杯仔内底嘛有看到破去内的所在。有民众伫网络发文，讲带囡仔去家己市这间百货公司的餐厅食饭，点儿童餐送来餐具是这种状况。民众烦恼，若是盘仔脆片落伫饭内底，也是杯仔去挂着手要安怎？认为安全的餐具无应该是这种品质。里面不小心破了，然后又有一小块碎片，都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遗憾，所以真的是不适合再使用。在百货公司这种，它使用的机会或者是次数都比一般家庭多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定期去做检查，还有去做更新替换。这间餐厅的业者表示，因底食物的盘仔是这种较毋惊摔破的塑胶餐具。迄当阵人客向因反映的时阵，有连面替人客换新的餐具。目前嘛针对店内所有餐具做检查，若是有无好的状况，拢用专门来替换。客人有当场跟我们说，那我们有当场跟他说，我们会立即的做更换跟汰换这样子。业者嘛表示，互人客有无好的感受，因感觉真歹势。希望人客会当搁带囡仔来一摆，互因有补偿的机会。希望莫因为即届的经验，互因留着无好的印象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